我哋今日嚟講下印度。作為外資墳場嘅印度咧，中國佢係水過啦，日本咧佢係水過啦，又點可能少咗韓國噶？東亞三巨頭咧要齊齊整整先得噶嘛？嗱，我喺網上面聽翻嚟噶，喺2024年，印度佬咧就全球招標啊，話引外資工廠咧入去印度起車廠啊。最開始咧又水比亞迪嘅，唔知係咪啲高管回水多啦嚇？比亞迪咧又想去啊，不過關鍵時候咧上邊咧出手啦嚇。苦口婆心咁勸佢，咪笨實啦，有殺冇賠嘅咁樣。第二個咧，佢夠膽唔聽嘅啫。但嗰度啲人講嘢咧，佢唔夠膽噶嘛。於是比亞迪咧就冇去到嘅。咁信唔到比亞迪，咪繼續招標咯。點知招標冇幾日，韓國嘅起亞咧就自己走去送人頭啦。其實咧，佢哋又唔係唔知三叔啲人品嘅。但喺新能源汽車咧，即係中國新能源汽車嘅衝擊下邊咧，起亞銷量咧就唔係鳩馬㗎。眼睇就嚟要彎雞啦，而三叔嗰度咧點樣都係14億人口嘅超級大國啊嘛，單論市場規模嚟講嘅話啊，世界前3噶啦，話唔定咧佢搏一搏，單車變摩托啊嘛，就咁啊，起亞同印度佬咧一拍即合，嘭嘭聲咧就印度起廠啦，起咗1年啊，不實生產線啊、組裝線啊，全部搞掂晒啦，咗韓國本土咧運咗900幾台發動機過去嘅，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啊，只需要咧。將發動機同波箱嵌入去，即刻咧就可以賣噶啦。於是起亞咧通知所有嘅媒體，準備搞一個事前發佈會嘅，現場直播呢個裝發動機，現場直播咧新車落生產線嘅。好啦，記者嚟齊晒啦。起亞負責人咧一打開個倉庫 ，Welcome to Kia Motor Corporation 都未噏出啊！點解發動機咧唔啱見晒嘅？成千台發動機咧全部唔見晒啊！所以起亞工作人員咧。全部漚晒喺度咧，企晒喺度嘅1000台發動機喎，大佬啊，唔係1000粒螺絲喎，速度與激情咧都唔敢咁拍㗎。冇揾啲大型車隊咧係運唔走㗎喎，係咪冇運到嚟啊啲發動機咁樣？於是咧就同總部咧再確認啦，總部話年頭又運咗過去㗎咯喎，當日收貨工人嘅行車記錄都有嘅，卸貨視頻都有嘅，咁冇辦法啦，冇發動機。發佈會開唔到啦，咪報警咯。跟住印度警察嘅調查啊，原來係倉管嘅負責人咧做嘅。呢個負責人咧係印度佬嚟嘅，佢同啲貨車司機啊，仲有門衛啊勾結嘅，清撚咗起亞個倉啊。韓國佬咧又唔中意親力親為嘅，冇去查倉庫，咪賴嘢啦。咁點樣算咧嚇？咪通緝啲印度佬啦，睇下攞唔攞得翻呢啲發動機翻嚟啦。點知印度佬咧醒目到不得了啊！清倉嗰日咧就已經冚唪唥辭晒職㗎啦，發動機咧已經賣晒㗎，已經走咗唔知加拿大定澳洲咧嘆世界㗎啦。咁起亞肯定唔歡㗎嘛。咁呢個時候咧有件中層咧行過去同老細講啦，老細冇有使驚啊，我哋買咗保險嘅，揾保險索賠咪得咯咁樣。係喎嚇，我哋喺印度買咗保險喎，跟住喜氣洋洋咧，即係揾印度啲保險公司咧索賠啦。但叫得呢個外資墳場嘅，又點會咁筍啊？印度啲保險公司就話啦，如果冇記錯嘅話咧，你好似係買咗整車險嘅喎，而家有冇攞發動機，唔係成部車冇咗喎，咁唔屬於我哋嘅賠付範圍，你自己諗掂佢啦。起亞負責人一聽完咧，塊面好似屋企有白事咁嘅樣啊，跟住咧高潮嚟啦，保公司人咧就同佢講件事咧又唔係冇得掹嘅，我哋可以開綠燈俾你，你而家咧。補買翻個零部件險，我哋多少少咧都係補翻啲俾你嘅，咁你起亞咧冇咁傷咯。起亞負責人一聽到，哇！呢單嘢如果搞掂，大功嚟嘅喎，即刻又打款咧交咗所謂嘅零部件險啊。其實平時韓國佬咧都幾聰明下嘅啊，可能因為喺印度咧俾阿濕婆咧壓制咗智力啊。咁交完錢，即刻就問印度保險公司人啦，係咪可以走流程賠㗎啦？點知印度佬話：屁啥？你發動機俾人偷撚咗，又唔係浸水啊，又或者有咩損壞？你唔見咗，你揾警察啊！你當個托啊咁樣，你傻撚咗未好翻啊咁樣。聽完之後，起亞負責人咧面都青埋嘅，老母老豆冚唪唥少晒出嚟嘅。印度保險公司人咧就話啦，都未嗰啲咁無理取鬧嘅人嘅，韓國佬嘅素質真係差啊！直接一趕咗佢出去嘅。呢件事咧，第二就係咁樣啦。起亞呢個負責人咧都係人才嚟㗎。印度呢個連中國啊、日本啊都通晒嘅地方，搞唔掂你少少嘅起亞嚇，連大佬三星賴過嘢嘅。不過就算俾你攞得翻啲發動機，買晒啲車，難道你啲錢帶出印度麼？網上面呢有句説話㗎，
叫做印度賺錢，印度花，一分別想帶回家啊！呢位講笑嘅，其實係血淚教訓嚟嘅。最尾啊，新年咧準備到啦，呢款財神咧，我嘅倉庫咧幫大家養咗幾個月㗎啦，啲口感咧係完全掂晒嘅，可以篤翻去咧同屋企人飲㗎啦。就算你請客食飯啦，都完全唔失禮嘅。大世家大品牌咧，係質量保證嘅，而家同佢線上買嗰啲咧係唔同啊，線下貨嚟㗎。線上線下嘅分別有幾大？我諗懂酒嘅人咧，肯定知我講咩嘅。上年咧或者前段時間飲過嘅朋友咧，應該知係咩料㗎啊！之前京東賣幾錢咧，我就唔提啦。有趣嘅朋友啊，或者買過嘅朋友咧，條 link 喺下邊篤幾碌翻去咧，過新年啊！我一年咧就做一批嘅啫。好啦，今日印度嘅古仔咧就講到呢度啦。多謝大家支持啊！下次見，拜拜。